容易接受。19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远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多，1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1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23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24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25点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26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27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29点，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30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，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，不洗澡的人，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。